你有冇諗過點樣可以令肌膚重返光澤、年輕？意大利護膚品牌貝加文自1976年成立以嚟，一直致力於研發生物科研美容產品，用生物技術改善肌膚質素。無論係清潔、保濕定係抗衰老，貝加文都有相應嘅解決方案。例如零瑕美白精華可以令肌膚瞬間回復亮白緊緻同光澤，仲可以去黃、除疤、去印，有效抗衰老。而氨基酸水分平衡液就可以重組角質層水分，有助皮膚更有效吸收其他產品嘅養分。而佢哋嘅 Second Life 套裝更被譽為對抗衰老嘅秘密武器，能修補膠原蛋白缺失，令肌膚持久緊緻。貝加文嘅產品特別注重安全性，減少防腐劑同香料嘅使用，確保產品適合各類肌膚，甚至敏感肌膚都可以安心使用。無論你係追求青春美肌，定係想改善肌膚問題，貝加文都可以提供個性化嘅護膚建議同技術支援，令你喺美學嘅旅程中無後顧之憂。